国定古迹赤坎楼海神庙即阵正咧修复期间，台南市文化局特别邀请艺术家伫咧铁片围篱顶面为24北小红神的故事图样。测试国办台语的导览，邀请布袋戏团来介绍，要互民众认捌府城的信仰文化，嘛互古迹有一个新的风貌。 今日文昌阁入口有一百开心夜令台语食饱杯，甲游客拍照好。边仔又有小连续24百图，来讲一段府城宫庙新民军身大乱斗的故事。详细看这百画甲真有路的图，拢是画伫当咧修复的赤坎楼海神庙的铁片顶面。这是艺术家蔡伟林的创作，用作家靠边顶写的小红绳来做题材，甲故事内容转到图上。作品创作是我觉得就是延续徐冰老师的概念。 他把一些好像我们生活周遭很常看到这些神明的图像，然后我们把它融入在故事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哦，原来这些故事里面当中有这些趣味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拜神，但是其实并不太知道说里面的神明他发生的一些事情。虽然这阵工程也未完工，不过文化局专工申办专台语导览，而且苏俊英将中办公剧团结合布袋戏，互民众先来体验霸丹古迹的新风貌。邀请艺术家们来在这些施工围篱以及防尘网上进行艺术创作。那这些艺术创作呢，表达了我们台南的历史文化、民俗风情。一来，互大家来趣味好笑；，搁再来，互咱大家体会讲，较早的人伫咧面对信仰、面对文化，伊用什么款的态度去甲表现。台北岛阁有台语讲解的 QR code，互乡亲一概听到开。漫画来看到，一个哈哈大笑，到尾啊就讲，咱倒转来卫星做那个认真的思考，咱对咱人甲神明之间的看法。 这回赤坎楼让30档才搁征收，主要因为长期使用，甲环境气候的影响，地势建筑有寡酸长。文化局讲，未来民众来遮通看到17世纪到当的历史文化，嘛通进一步来认捌府城的文化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